永大溜冰场是国内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规格的一个室外型的一个200公尺的一个比赛场地跟综合型的一个练习赛道建筑物跟我们的一个训练赛道融入整体的一个景观特色那当然也考量到未来的一个停车空间跟我们的练习赛道跟我们未来的一个儿童运动的一个公园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建筑物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考量跟风向希望能阻挡冬季北风创造一个适合练习跟适合小朋友游戏的一个游戏公园的一个部分永大溜冰场导入了一个节能设计手法包含屋顶的一个太阳能，还有雨水回收系统，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赛道的一个结构工程的一个强化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未来能够运用的一个更永续、更环保的一个做法来让我们的赛道能够更坚固也更耐用。我们的成绩一向在台湾各县市是那个排在前面的，长期来有它优良的历史。那我们滑轮溜冰场地说实在的不多，所以造成我们以前的选手也会流失了。杨和珍，他就是在世界大学运动会拿了5块金牌、1块铜牌以后，这个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才争取前瞻建设的经费，盖了这个现在这个大湾这球场。那这个是第一个是世界国际标准的抛物线的做法，很好的场地，适合的场地，才能栽培更好的选手。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了，不是这样就截止。以后希望在台南市有更多的场地。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滑轮场是在111年动工，112年完工。那短短2年期间，说经历了好几次的升级，所以经费也从原来的6980万，现在变成9420万，所以将近的增加了快3000万。当然了，我们是要求好了但是就是说也希望说，球场完工之后，这个运动场完工之后，能够大家好好善用，不要破坏它。因为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设计是非常吸引全世界最新的，也是全台湾第一座合乎国际标准的这个滑轮场，所以我们希望用意是希望第一个培训最优秀的我们滑轮选手，那另外呢也希望说能够提供很多民众他可以让他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体验接触滑轮运动的这个项目，能够培养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因此呢，它的设计兼顾专业，还有兼顾大众都可以使用。因此呢，维护盖是盖好了，维护要维护得好，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责任跟这个工作。因此呢，我们也希望说，将来维护单位赶快决定了好，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活动这个场地提供最好的，为市民以及为选手提供最好的服务。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0月3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南市议会定期会。议员谢淑凡伫蒋志顺为大北门每一区的机车练习场来签名，尤其将军甲西港拢无消息，要求市府爱尽速规划。另外，伊嘛锁定每一档伫下甲举办的华中杯全国排球比赛，要求市府爱尽全力宣传。议员谢淑凡指出，因为8月伫高雄传出女学生为了考驾照，伫林兴道练机车，却因为操作无熟，跌入去大排不幸意外，嘛，予伊伫总日顺更积极为大北门区设立机车练习场来签名。因为目前只剩将军甲西港进度落后，所以希望每一个行政区拢有一座机车练习场，甚至安排落乡考照来照顾偏乡。会中民政局长回应会尽速找适当的地点，市长嘛具体承诺明年初会设立，而且是有安全照明的完善设施。我们要更加积极、加速的推动落实我们大北门区区都有机车练习场。局长，您怎么看我们区公所这个进度？非常感谢议员你对这个交通这个关心哈。是。这部分我有拜托迄个
西港哈李区长还有江金宏区长，是，我赶紧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提供给迄个交通局哈来设置汽车练习场。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来办理。是，我们会希望在年底以前找到位置，然后明年上半年以前把它设置好。好，那市长这个2个时间点给你。OK。而且我们设置不是找一块地空地画个线就好了，是，我们要有一个完善设施，因为看到那个高雄那个事情，我们也很不舍。我们会不舍，我们会感到难过。看到别人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自己要检讨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不要设在危险的地方，是，不要让会去撞到墙的地方，不要让会撞到柱子的地方，因为学习的人很难讲哈。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安全设施跟照明设施也要做好。另外，一年一度华中杯全国排球锦标赛胜出，今年第44届，伫11月11號得將盛大登場。對此議員謝淑凡相當關心市府準備好啊未？尤其今年比賽甲全民趣味運動嘉年華的時間有衝突，除了希望市府協調，嘛會提早宣傳。台南新聞管制林英光採訪報道。地方等待坐等的小巨蛋，阁有希望啊吗？南台南副都心的运动艺文休闲园区 BOT 已经公开招商，当中运动建设以小巨蛋必须关心。议员张培雅伫总质询要求市府这摆一定要全力以赴，对此市长嘛答应园区的建设，伫伊的任内一定要启动。市府配合中央促进民间参与政策推动，确定淡市运动艺文休闲园区将伫东区南台南副都心建设。10月31號已經正式公告招商，成為全國第一個用 BOT 的公共建設案。議員陳培雅面對園區當中的小巨蛋，更有希望。伫總質詢要求市府一定要以其他縣市的錯誤經驗為借鏡，積極推動。對此，市長表示，不管是小巨蛋招商、演藝廳，還是休閒娛樂中心，甚至是納入全民運動館等等方案，伊答應伫南台南副都心一定會有建設，而且任期內一定要啟動。提出到現在，我希望它有一個成蛋成型呐，你是市長您任內裡面呐，而且它一定要合規了。如果它蓋一個小巨蛋，不管它是 BOT 或是我們中央地方蓋，我希望它的合規按圖施工。就成功不必在我，但是開始成功一定要有我。你一直拍官司啦，好，人台中嘛已經在起啊啦。不能夠，也不能像其他的縣市一樣，蓋一個巨蛋蓋了10幾20年。沒錯，我要強調那個，我就是要講的，就是講，不要像一個把關鍵一個例子給我們看了。所以我在這裡哦，再跟市長，無論安那。3檔的任期內，你一定要有一個規劃，一定要肯定講，而且一定要做啥，一定要啟動。中央如果沒有給我們小巨蛋，然後我們自己來招商。啊，如果招商不成功，的話，我們那個科學未來教育館還是要落實，因為這是中央給我們的承諾。是中央給我們的承諾。為了確保那個地方，是先規劃安尼爾。對，啊，因為讓來 BOT 嘛，來提案嘛，啊，提案我們依照法規，依照法律來講，我們要公告90天，那看有沒有人有其他的提案。90天過後就決定他的生命。不是，如果有人提案，90天內有人提案，我們就針對 A 案 B 案來比較誰比較好。那如果沒有人提案，我們就審這個原來的案子，看要不要讓他過。啊，如果他的提案不夠好的話，我們不讓他過，我們就要做我們原來的。要做原來的，還是模棱兩可啦。所以就保證一定要有那個地方一定要有建設就對了。運動藝文休閒園區的招商案成為東區議員關心的焦點，因為等於是地方爭取多年的小巨蛋有希望啊。市長強調，不管是原本國家規劃科學教育未來館，或是電影的空間，各種的可能性攏無放棄，而且目前冇企業表達高度意願。台南新聞管制林根採訪報道。台南推出國際限定的文創商品，以地心港馬祖頂包裝為行銷的銷售，已經替台南賺價888。議員李宗翰就經濟部希望食品當中的番麥、龜苓等原料，賣當採用台南的在地農產，將文化甲在地農業完美結合。台南市自從推出地心港洋芋片等文創品牌以後，造成賣少轟動，普遍歡迎嘛攏真好食。
不过，议员李宗翰则进一步替台南农产找出路。因为文化局所推出的品牌加工食品当中所用的番麦，或者是牛奶，其实咱在地拢找到原料，所以希望市府许可将文化创意结合优质的在地农渔业。学甲农会，甚至我们整个海线蛮多农会都有生产这个玉米，其实也让咱拜托一个啦。迄个每一个农会甲咱斗相共一个，你敢有这个空间无？参考咱的物件来甲咱使用，我感觉这是有法度落去做沟通的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妈祖赐福的部分，它是牛奶口味啦。牛奶口味应该可以跟我们柳营农会来好好协商一下。我想要跟那个议员先说明，现在我们的开发的策略其实是找一个现在既有的是已经很成熟的商品啦，是然后来跟我们的文化的这些来看做结合啦。而我觉得确实是更进一步的话。这一些文化的来看怎么跟我们在地的农业做结合，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来朝这个方向来做规划。是，包含像我们善化的麻油，对，然后还有我们成功洋芋片，它用到谁？马铃薯，马铃薯哪边有？下营有定有定下哦。对于这个想法，你觉得怎么样？我是非常肯定啊，吃在地适当季是最好的。是，所以在地的农产品跟它的特色，你刚刚提到了。你刚刚提到包括那几个，还有包括像麻豆的一些文旦的口味啊，或是像东山的柑橘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加进去我们的文创产品的话，我觉得更有意义。会中议员嘛针对新营第二市场到底拆也是唔拆，一拖就是5档，如何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或者是都市更新的加速执行来开发，创造摊商甲地方的双赢。议员认为，现况的都市计划欠周全，要求检讨，嘛具体提出兴建立体化停车场，对此嘛得到市长认同。台南新闻阮吉林英光采访报道。关心台南立委选战，副总统赖清德指出，国民党的李全教真谅解，甲台南88千几案向依人王文忠关系袂歹，引发一连串的话题。立委郭国文近大动作公开影片，讲伊的对手陈君豪是这两个人的号码子，同时也指控伊是假无党一个抹乌。假无党真难赢，绝非正派。立委郭国文27日甲议员朱正轩、邱礼清、黄兆辉、余柱清、沈振东共同召开记者会，指出陈坤和、李全教、谢良介甲前议长郭姓良有交情，就参像是兄弟帮同款。他们的关系非常默契，有如兄弟一般但有如兄弟一般的这个兄弟当中的这个李全教他呢把这个太阳光电弄了32个足球场大，会排挤到这个渔民的一个生计的同时，那我想请问一下，站在最前线的一些反对光电暗场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怎么看李全教这样的光电业者？你们怎么看李全教跟既有的这一个候选人结盟的一个现象？赖清德副总统也特别点出来，88枪发生的时候，国民党甚至一些无党的这些民意代表，全部把炮口指向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攻击台南市，结果最后这个枪击手抓到了，幕后的主使者抓到了，通通都是国民党的。因为李全教伊即摆的策略，伊上无党的，这个状况兼陈坤和同款，但实际上咱拢足清楚，李全教伊本身伊的出世就是资深的国民党的党员，佮是国民党的大佬，而且呢，全部国民党即摆的系统全力咧支持李全教，所以李全教伊是100%完全的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但是伊为着要欺骗选民，伊用无党出来选。在选协议的过程当中，看到郭国文立委对于大槽沟的这个案件。我们支持的是再生能源，但同时要顾及我们的生态、我们的生产、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生态的一个问题。郭国文表示，在野阵营不管什么，将所有供电厂拍成弊案。既然反对再生能源，就应该先提出一个完全排除绿能的能源政策。若是无法度提出，就要停止对绿能的污名化。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台南市商业总会30号暗时举办第77届商人节大会，邀请百工百业优良商号共同参与，并颁发奖座表扬。会中更甲韩国庆州商业工会签署合作，市长黄伟泰也出席典礼见证。自民国36年起，政府明定每年11月1号为商人节。台南市商业会为庆祝第77届商人节，30日暗时伫安平区举办联餐会，并由台南市各商业工会推荐优良商号接受表扬，场面热烈盛大。除了表扬，台南市商业总会更实开霸道，宴请各界好朋友。伫这座餐会上，台南市商业总会理事长宋俊明也甲韩国庆州商工会会长李相杰共同签署 MOU 合作备忘录，拓展两国国际商机。各位的见证之下，我们要跟大韩民国的3位来签这个，也是签这个 MOU 这两边双方经济交流的那个备忘录在大家今天这个愉快用餐的晚宴上，我们等一下要跟那个韩国的3位来签这个 MOU 我们有跟那边做生意有来往的有交流的，有遇到面临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两边的3位会都可以来主动协助促进两岸的这个经济的交流。我知道我们台南商业会是我们必须的，台南也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的有贡献的，大家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市长黄伟泰也特别出席活动，为这场国际友谊交流来做见证。我们见证我们台南市商业会跟大民国庆州市商业会缔结这个缔结结盟的 MOU， 那能够有更好的促进两个团体、两个城市，甚至两个国家的进一步的这个密切往来。台南市商业总会配合政府政策，肩负起活络地方商业活动的重责带领，除了拓展地方的商机，更担任起商业界甲政府沟通的桥梁，做伙来拼经济。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日本人协会甲侪侪民间企业团体共同伫渔光岛办理净滩活动，市长黄伟泰也到场关心，希望透过净滩活动会当促进台日友好关系。因为唔敢看到正水的安平渔光岛，拢是阿仔的坟头甲粪扫，台南市日本人协会发起净滩活动，今年迈入第3档，号召东东产业集团及美食品。台南市律师公会、月牙湾慢跑集团等民间企业团体，总共260人参加，捡到十外的粪扫甲大型玻璃桶、漂流废弃物，拢交由环保局处理。我们大家都几乎每年都持续的为这个渔光岛这个环境在保护，所以我们在此也要呼吁我们大家，所有钓鱼的，所有我们大家旅客来到这个岛，希望爱护它，不要乱丢垃圾，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环境，维护这个地球。市长黄伟泰也特别前来加油打气，伊非常感谢台南市各界热心公益，参与如此有意义的净滩活动，共同维护安平渔光岛景点的美丽风貌。希望未来持续透过公私协力，会当让台南愈来愈水，同时加深台日交流。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积极鼓励学校申请教育部国教署专案补助中小学科学教育计划。这5天内有24间学校得到补助，第112学年度有3间学校通过，包括崇学国小、永和国小以及东区的和兴国小，都体现了师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透过视觉战略原理，让学生了解无同细水甲图案，经过快速转动产生的奇妙变化。这是台南市永和国小的国小自由课程，以自当研发一套主题为目标，
培养学生科学探索的兴趣。那这次课程设计，我们主要是以光为主。那其实，在设计这个课程的理念的当下，其实我比较希望的是，孩子他能够自发性的去做学习，因为光的科学概念其实很复杂，对，但是它很有趣，因为它是生活周遭你一定会有很多跟光有关系的玩具。对，那从课堂开始设计是，我们先谈就是光到底是怎样被发现的，那以前的人他是怎么样发现的过程，所以我们是以科学史的方式去做带入。参加课程的学生也将收集来的资料用心做成笔记，甲老师分享家己的学习成果。台南市教育局推动中小学的科学教育，鼓励学校参与教育部的计划补助。今年度有3间学校得到，分别是永和国小、综合国小、甲东区的复兴国小。我们这次是以都市科学新农园来做这个计划的申请。那我们复兴国小呢，长期从天文教育到科学教育到 PBL 这样一连续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让学生从这个如何在地永续探索到未来的天文科技，让世界跟宇宙能够永续的循环的一个循环利用，让学生从小学未来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技能。教育局会持续推动科学教育普及的工作，也鼓励更较侪学校投入科学研究，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明年第63届全国科展也将伫台南举办，希望将科学教育扎进台南。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伫高雄基山老街有一间开伫巴洛克式建筑的餐馆，也袂家入去店内，会当品到健康酥皮浓汤的香味，介绍非常亲民以外，用餐环境也真舒适，亲像大家喜爱。在浓汤上放片酥皮，涂上蛋黄，拿到户外撒上芝麻，接着就能放进烤箱。等待时间一到，香喷喷的酥皮浓汤就此出炉。我们用的酥皮的料是比较大块，就是烤的温度。烤的温度如果烤得好的话，它当然就烹得比较好。那如果烤的温度不够的话，或者是那天下雨啊什么的，它没有烤那么好的话，就比较扁。那当然看起来卖相好，你就觉得它比较好吃这样。特别的是，这个烤箱的位置就摆在店外旗山老街上，现烤的时候让老街上是阵阵飘香，民众还没走进店里，就能先闻到浓浓的烘焙香气。外面烤比较安全，因为它是用瓦斯的去烤这样。这一间是位在旗山老街的一间老店，店外还看得到巴洛克式的复古楼牌。从原本的路边摊变成现在的餐馆，老板娘说，一开始是以卖沙威玛起家。那沙威玛刚开始有很多种口味，那卖，就觉得它的销量有下滑。下滑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生存，生存就是变化呢就变得有延伸，有卖出铁板饭。后来渐渐多了不同的品项，有别于一般听到的铁板面，在这间餐馆里，他们的热门料理之一是铁板饭，是相当特别。老板娘会选择制作这道料理，是因为以前路边摊很多学生，而且通常以外带为主。铁板饭的话，对于学生来讲会比较有饱足感。那面的话呢，通常的话，他们外带走的话，它会有。粘在一块，如果他们马上吃的话，因为我以前都是主打的是外带，那我就把铁板面就取消掉，变成是有意大利面这个方向在走。老板娘原本想说将路边摊的价格带到餐馆，但经营一间店不是太容易，再加上物价上涨。我们路边摊开了14年，然后来到店面开了12年。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把路边摊的价格带到店面来，我也想要用路边摊的价格给客人做这个。但是，当你在营运一家店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做一家店的营运，所以我们那时候又开始在修整。即使是平日到了用餐时间，还是可以看到满满的用餐人潮。这间位在旗山老街经营多年的老店，不但用餐空间让人感到舒适，而且餐点价位也很平价。老板娘用心制作的料理深受大家喜爱。记者苏焕君、庄淑婷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